正同 Mandy Liu 拍拖嘅人夫洗米華係澳門賭業猛人，最近佢罕有地接受傳媒訪問，同回應網民對佢嘅評價，仲學足黎明金句王上身。有網民好串話洗米華以為自己好有型，點知洗米華神回，見仁見智啦，你叫佢出嚟睇下，勁有自信。對於有網民留言話有錢真係可以好任性，洗米華就話唔係，我覺得我冇錢嗰時都幾任性。對於近年成為娛樂版寵兒，花生友最想知嘅問題，最愛女人是誰？洗米華話唔答。訪問結束之後，佢以一支煙作總結，仲爆出另一句金句：我係有規律咁唔規律。佢解話即係每日喺同一段時間做唔規律嘅事。